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個菜係豉汁龍脷。咁咧就呢個菜咧就係適合大人細路都啱食嘅。咁做嘅時候咧有啲竅門，咁我嚟介紹俾大家。材料包括龍脷魚柳2至3條、青葱、芫茜、玉米粉、紹興酒、鮮味生抽、白胡椒粉、薑、鹽、清水。將玉米粉加入清水調成薄醬。然後咧放入魚片，輕油翻爐浸泡5至10分鐘。取出魚片，用吸水紙巾輕按拭去魚片表面嘅漿液，只留極薄一層。將薑切成細絲，並且保留幾片薑片。青葱切成葱白同埋葱綠細絲。喺魚柳撒上細鹽，喺耐熱盤咧先鋪薑片同葱白，然後將魚柳輕擺上邊。跟住咧，即係將蒸鍋加水煮至大滾，將魚柳盤放入蒸鍋蒸8到10分鐘。將我生抽、水、紹興酒、糖啦，用小火微煮30至60秒，熄火之後撈入白胡椒，用小鑊將生油燒熱，將溫熱嘅醬油汁小心淋喺魚柳上邊，唔好直接淋喺葱絲上嘅。然後咧，將滾油咧淋喺呢個魚柳同埋薑葱上嘅，既簡單又美味嘅豉汁龍脷魚柳就完成啦。希望你鍾意。